大家見到我身後有咁多車呢，就知道我帶大家嚟咗2026年溫哥華國際車展。今日係開幕嘅第一日，我哋即刻帶大家搶先睇下有啲咩矚目新車。大家一入門口轉右呢，就會見到奧迪 F1 車隊嘅展示車。奧迪使用自家引擎。亦都係 F1 目前唯一喺德國製造嘅引擎。同場仲有第11支車隊 Cadillac， 呢兩架車都擺得好有型㗎，一架就用旋轉展示台，另一架就打斜咁擺，可惜就冇辦法一嘗坐入 F1 賽車嘅感覺啦。講到 F1， 當然唔少得喺2025年取得車隊冠軍嘅麥拿倫。雖然車展冇展出麥拿倫嘅 F1 賽車，不過車迷都唔使失望嘅，因為現場都有車隊周邊商品出售。現場仲有呢架 Oscar Piastri 嘅特別版拉花，欣賞佢嘅車號81，同埋佢喺上個賽季攞得分站冠軍嘅賽站。賽車就唔係淨係得 F1 嘅，呢架 Chevrolet Corvette CX-R Vision 係一架為虛擬賽車遊戲 GT7 設計嘅概念車。賽車類別仲有佢哋。另一個大家最近會關注嘅重點，就係聯邦政府重啟23億電動車補貼。我哋又喺呢個車展度同大家睇咗有啲咩車係符合補貼要求。咁 Kia 都算係有幾多唔同嘅車款呢係符合政府嘅補貼要求嘅。不過由於補貼要求係5萬蚊以下嘅車或者係喺加拿大製造，所以要留意並唔係每一款 model 嘅配置呢都適合要求嘅。咁鍾意大車嘅朋友會唔會得好少選擇呢？當中都有一啲 SUV 係符合要求嘅，就好似我而家坐緊嘅呢一款。福士嘅 ID.4 都係另一款乙類車嘅選擇，不過就只係得最基本配置有補貼。而 Chevrolet 嘅 Equinox EV-RS 嘅2025年版就符合要求，2026年版就唔符合。但係由於實在係有太多嘅變化啦，現場嘅車商都建議 check 返 Transport Canada 嘅 EVAP Vehicle List， 咁就可以確定邊一架車係有補貼啦。嚟得睇車當然會關心，咁我有冇得試揸㗎？呢度嘅呢一啲車全部都係可以登記試揸嘅。現場仲有好多攤位不能進入，如果係帶埋小朋友嚟嘅話，仲有唔少小遊戲可以玩。